科技发展速度真紧，进前 ChatGPT 有法度参人自然对话，引起大家对 AI 人工智慧的关注。Meta 开发出台语、英语的对译系统，也予各界留下真深的印象。台湾即阵有学者进前捌参与过 Meta 对译系统的计划，伊目前正咧做研究，按算以公司台语台的节目做训练资料。我定着伫未来电脑程式就有可能成做咱的台语老师。你好，食饱未？我是电脑程式，无需要进sit，多谢你的关心。电脑听有记者用台语问的问题，通翻译做英语，也会使用台语回答。其实这是阳明交通大学廖元副教授用家己开发的华语台语对译系统，结合 ChatGPT， 互电脑也有能力参人用台语对话。你讲台语吼，先用阮的程式吼，先甲翻译成中文啦。中文才送去 ChatGPT， 你看到中文伊就晓印，但是伊定的才是中文。阮就搁甲翻译成台语，因为 ChatGPT 伊训练吼，就是设计去查资料安尼吼，尤其是为网络面顶去摕掠安尼。所以掠落来资料大部分其实拢英文啦，中文为主啦。台文的资料其实真少。目前要互电脑听有台语、用台语对话，因为资料伤少，是目前主要的难关。不过廖元副表示，当咧透过教育部的计划，参公司台语台合作，按算以台语台的节目做资料，训练程式听有台语。未来电脑程式就有机会真侪人的台语老师传承台语。教台语的人吼较无够，学生家己要学就较歹啦。所以上好是用电脑来教，希望这资料就多较侪，伊可能就使伊那多好。计划按算伫4档内掠6000点钟台语台的节目，整理出3000点钟的台语资料库做训练。廖元副做台语程式开发高达5年左右，伊也捌提供资料予Meta制作台语、英语对译系统。伊认为，即马电脑技术发展有够分，各有国家语言发展法这款政策支持，现主时是复振本土语言上好的时机。记者郭本林玉凯台北报道。